各位小六同學大家好啊，歡迎到豐滿嘅網上課程。咁今日就係 C28筆記啦，就係一份模擬試卷。咁希望大家做完份試卷之後再睇一段片啦。好，我哋講講第一部分先。咁第一部分啦，就講講二三題先。嗱，第二題啦，第二題3.25除3用分數表示答案啊。咁佢叫你用分數表示答案啊嘛。咁你咪將題目嗰啲唔係分數嘅數字用翻做分數表示先咯。即係話我要將3.25變成分數先。咁點樣變分數啊？咁你見到呢個整數三，OK，個位啦，即係咁就代表你個分數嘅整數部分都係三咯。OK，咁呢個分數部分就係你個小數部分啦。咁小數部分就呢個啦，0.25啦，係咪？咁0.25其實我哋好快會變到分數啊？點解啊？因為0.25之前要大家背啊嘛，因為呢個係1/4，係特別分母嚟噶嘛，係咪？咁所以啦，我哋好快知道原來3.25咧，其實係3又1/4嚟嘅。OK，咁所以啦，你而家變成3又1/4除三啦。咁我哋做分數除法係要將啲大分數變翻假分數先噶嘛。咁所以啦，你會乘4乘3，OK，12啦，再加翻個一就變13啦。OK，咁除三喎，咁除三嘅話咧，你要將除號變成好，然後上下顛倒噶嘛。咁三你可以當1/3嘅，咁調翻轉埋係1/3咯。OK，咁所以啦，你冇有冇嘢揀？咁冇得去揀嘅話，咪直接乘埋一齊咯。OK，12/13啦。咁如果你學校唔俾用假分數表示嘅話，你咪將佢變翻做大分數咯。咁變翻大分數嘅話，你咪分子除分母咯，所以變成1有12/1啦。OK，輪到第三題啦。咁第三題咧就係5A 加3A 等於翻8嘅。好啦，你要知道5A 加3A 係幾多先？咁由於咧我有5個 A，我係五個啊，再加多3個 A 喎，咁5個加3個總共咪8個咯。所以總共有8個 A，所以5A 加3A 咧係8A 嚟噶嘛。喂，咁記得啦，8A 咧係乘法嚟嘅，即係8乘A 咁解。OK，咁乘八我一整走個數字八，我咪除翻八咯，係咪？調翻轉啊嘛。OK，調翻轉嚟除八。所以啦，八同八拆咗啦，咁 A 咪對應翻8除8，即係一咯。OK，做完啦。好啦，咁然後啦，去到第二部分。咁第二部分概念題啦，第一題先啦。周界3.14cm 嘅圓形半徑係幾多？圓周記住係直徑乘翻派啊。咁我而家要揾翻半徑出嚟，我咪要知道直徑先咯。因為直徑除翻二先係半徑啊嘛。所以啦，點樣揾翻個直徑啊？咁我咪將條式調翻轉去睇咯。喂，所以我將呢個圓周，OK，除翻個派就係直徑啦。OK，我將個乘派搬翻過去左面啫嘛。OK，咁乘好咪變翻除號啦。OK，咁所以啦，你條式咧就變成咗3.14係圓周除翻派，咁派題目俾咗你啦。呢個圓周咧係3.14。OK，3.14除翻3.14。OK，咁呢個係直徑嚟噶嘛，咁所以啦，記得除翻二先至係半徑啊。咁啊，3.4除翻3.4，咁咪自己除自己咯。咁自己除自己一嚟噶嘛，係咪？所以啦，一除翻二，咁咪0.5。OK，好啦，咁然後第二題啦。咁第二題咧就話五個數字各自加一之後，平均數同你原本嘅平均數相差幾多？咁其實啦，記住一樣嘢，如果你原本個批數字有啲咩變化都好，即係大家都多咗一，或者大家減咗一，你個平均數變化都係相同嘅。嚇，你唔信你咪自己整一組數字咯。好啦，例如1、2、3咁，我1、2、3啦。咁呢三個數字平均數係二嚟噶嘛？喂，咁我將呢個數字一變成二，二變成三，三變成四，全部都加咗一啦。喂，咁平均數幾多？二三四平均數咪三？其實你會見到啦，平均數都係加咗一嘅。你原本個批數字一齊點樣變，你平均數都會點樣變。咁所以啦，你將五個數字都加咗一，咁佢新嘅平均數咪同你原本平均數加咗一咯。咁所以啦，相差幾多啊？相差都會係一啦。OK。好啦，咁然後下面就係啲百分數轉換啦。咁好快咁同大家講一次啦。你要轉百分數，記住轉百分數要乘翻個百分數100%。喂，咁你咪計2有5/7乘100%咯。OK，
咁啊，你可以將個二變成200%先嘅。咁我只需要將呢個5%乘分100%就可以啦。咁啊，你計一計啦，喂，5%乘100%喎，咁我當做乘100先啦。喂，又減唔到咁點啊？直接乘咯，5%500係咪？咁你將佢變翻做大份數噶嘛？唔錯啦，分子除分母，7×7=49，餘一啦，拉零。咁餘數係3啦。咁所以啦，你會覺得係71又3/7。OK。咁所以啦，計埋前面個二啊，咁呢個二係200啊嘛，咁加翻你個71又3/7，咁咪係271又3%。好啦，去到下一題啦，咁下一題就係將228%轉成分數。喂，轉分數嘅話，記住啦，我乘翻個分數100%。喂，即係我哋而家要計228乘100%啦。喂，百分數符號冇咗噶吓，喂，冇咗噶。咁我即係點啊？或者你將個228%轉翻做小數先，咁點樣變小數啊？我咪將粒小數點向左跳翻2下咯。喂，咁變成2.28啦。咁小數變分數係超簡單噶嘛，因為兩個小數位咪有兩個零喺分母咯，咁所以啦就係2又128%啦。喂，兩個零啊嘛，喂，咁之後你約翻減就 OK 咯。咁點樣揀啊？28同100大家都係除4咯。喂，咁除4嘅呢個咪7咯，咁下面咪25咯，就係2又25分之7啦。OK。好啦，咁然後去到下面啦，咁下面第六題啦，咁啊第六題比較大細，咁比較大細嘅全部轉翻做小數。喂，咁分數變小數嘅話，叫做係分子除分母啊。好啦，咁啊除一除啦，係冇？咁啊5除11，咁記住啦，你真分數肯定係零點幾啊嘛。喂，咁小數點補零啦，咁11咁梗係乘4啦，係咪？喂，咁餘6啦，補零啦，咁咪5啦。喂，咁其實你已經分到大細啦嘛，係咪？呢個0.375，呢個0.45，你分到大細噶咯喎，咁你停手咪算咯。OK，咁所以啦，呢個大概係幾多啊？大概係0.45啦，係嘛？好啦，我要將隔離有37有11分之5% 變翻做小數啊嘛。OK，咁其實你會見到佢嘅分數部分係唔係都係11分之5啊？喂，今日即係我前面計咗啦，0.45嚟噶嘛，係咪？即係呢個係咩嚟噶？呢個就會係37.45%啦。喂，大概啫。喂，咁我而家變翻個小數，啱先講咗啦，向左跳翻2下嘛。咁所以呢個大概就會係0.3745啦。咁而家好明顯邊個大邊個細啦，係咪？所以啦，最細邊個？最細就係呢個0.3745啦。咁記得用翻題目嘅數字做答案啊。咁啊，37又11分之5%，咁然後輪到0.35，咁之後就係呢個11分之5啦。喂，記得逐個逐個位比較啊。咁好啦，然後去到下一題啦，第七題，分鐘變小時。OK，咁我哋單位轉換一定要諗翻呢兩個單位究竟咩關係先啦，係咪？好啦，分鐘同小時喎，我哋一定知啦，係咪？1小時係等於翻60分鐘噶嘛。咁我而家由分鐘變小時，咁咪咁樣轉咯，係咪？分鐘變小時。喂，我由60點樣變翻到1啊？60變1喎，咁60除翻60，自己除自己，咪就係1咯。咁所以啦，分鐘變小時咧，除60就可以啦。OK，但係佢叫你點啊？佢叫你用分數表示係咪？咁啦，除好前面咪分子咯，除好後面咪分母咯。前分子後分母啊嘛。咁所以啦，你會變成60分之33，跟住每日揀啦，係咪？大家除3啊嘛，除31除3係20，咁所以答案就係20分之11啦。好啦，然後第三部分，咁第三部分要講第二、第三題。咁第一題先啦，整個蛋糕要砂糖1/8公斤，咁蛋糕店有砂糖有1/5公斤，咁最多可以做相同嘅蛋糕幾多個？咁記住啦，我而家要相同嘅蛋糕，OK，咁即係我要一個個完整嘅蛋糕啦，係咪？咁你1/2個蛋糕、1/3個蛋糕嗰啲就唔計啦。OK，咁我一樣啦，揾翻總數先，邊個係總數？咁梗係一有1/5公斤啦，係咪？佢有咁多啊嘛，咁呢個咪總數咯。喂，咁每個蛋糕要用1/8公斤，即係話我要每1/8個分成一個啦，係咪？咁分組每1/8，我咪除翻1/8咯。咁所以啦，我將總數一有1/5除翻1/8就可以啦。喂，咁分數除法記住轉翻做假分數先啦，係咪？咁啊5/6，然後除好變成好，上下顛倒啦，係咪？
好啦，冇得嘢揀㗎吓，咁乘完咧就係48/5。喂，咁你而家要問最多啊嘛，係咪？咁最多梗係要轉翻個大份數先知啦，係咪？咁轉翻大份數啦，5×9=45，咁咪餘三啦，咁咪91/5咯。咁所以啦，最多幾多個啊？最多咪9個咯。喂，咁所以話答案咧就唔係 C 啊，係 B 先啱。我哋最多最少嘅題目，你就要答翻個整數，因為最多係整數，最少係整數加一。喂。咁然後第三題啦，嗱，第三題咁我叫你判斷啲玩具鴨子嘅體積啦，係咪？好啦，你會見到流出嚟嘅水咧係幾多啊？係60毫升啊嘛，係咪？咁60毫升即係60立方厘米啦，啱唔啱先？好啦，而家流出嚟呢一部分係咩嚟㗎？係鴨仔浸住呢一部分啊嘛，係咪？呢一部分已經60咯喎，咁成個係咪肯定係比60大啊？OK，咁所以係咪啊？比60大啊嘛，咁答案咪即係 A 咯？OK。好啦，今日又下一版啦，下一版第二版啦。咁第二版呢個派人圖應該唔使點樣教噶啦。好啦，應該講講第五部分啦，係咪？好啦，第五部分第一題啦。好啦，你原本10個人平均體重40公斤，咁走咗4個人，平均體重咧升到係45公斤。咁啊，你走咗嗰4個乘客平均重量係幾多？好啦，你要揾啲咩先？你而家要揾嘅就係揾嗰四個乘客嘅總重量先。OK，咁走咗嗰四個乘客嘅總重量，咪就係你一開始個總重量同埋你新嘅總重量之間相差嗰個數字咯。係咪？因為你走咗啊嘛，即係冇咗啦，冇咗咪就新同埋舊之間相差個部分咯。所以啦，我哋揾翻原本先，因為你原本嘅總體重肯定多啲啊嘛。OK，咁你10個人平均40，即係話你個總體重就會係40乘翻10，係咪？平均數乘翻項數係總數啊嘛。喂，咁新嗰個咧，新嘅總數就會係新嘅平均數乘翻新嘅項數。咁你而家走咗4個人喎，咁得翻幾多個啊？咁得翻6個人咯，所以項數係六啊。喂，呢兩個總數相減，就係你相差個筆數，相差個筆數即係嗰四個乘客嘅總重量啦。喂，咁總重量啊嘛，咁4個人平均幾多啊？咁除翻4咯。喂，做完啦，咁計數就唔多計啦，自己計啦，好冇？好啦，然後第二題啦，第二題，y 比 x 多60%，如果 x 嘅數值係35，y 嘅數值是多少？好啦。y 比 x 多60%，x 係35，我 x 係35，直接塞翻落去先啦，係咪？即係話 y 比35多60%啦。關鍵字眼係個多字啊嘛。之前講嗰啲乜嘢啊？百分數嗰啲應用題同埋以前學分數乘法一樣噶嘛。你多咗60%，咁你咪要乘翻括號一加你個份率咯，係咪？咁所以啦，y 係等於翻啲咩啊？y 係等於翻35乘以1加60%啊嘛。OK，你多咗6%，係咪？咁35乘60%就係多咗個部分，咁你唔好唔記得加埋你原本嗰35啊嘛。OK，呢個就係初階啲嘅方法啦。喂，咁高階啲嘅方法咧，就會下面呢個，OK，乘翻1加60%，OK，多咗你原本嗰部分，再多咗60%，OK 嘛？咁啊，你而家要計啲乜嘢咧？你要計翻括號裏面先啦，係咪？1加60%啦，係咪？咁一記住啊，一你係當100%去睇噶，咁所以加埋咪160%。喂，好啦，喂，35乘以160%喎，咁點樣乘百分數噶？咁百分數咧，你可以將佢變翻做小數先，咁向左跳翻兩下變1.6啦，或者你變翻分數100分之160。OK，咁你想計小數，你咪轉小數咯；想計分數，你咪轉分數咯。OK，就係咁啫，咁計數唔多講啦。咁然後就係第三版啦。好啦，第三版第二題啊，咁第二題啦，呢個係一個冇蓋長方體木箱，咁四周都係0.5cm 厚嘅木板啦，咁留意翻啦，底嘅厚度係2cm 啊，呢個厚度唔同噶吓，我同你平時做開啲題目唔同噶吓，喂，佢係零零舍舍，塊底板厚度係2cm，OK，好啦，都係揾呢個木箱容量。咁容量嘅話，記得我哋係揾翻入面嘅長、入面嘅闊同埋入面嘅高度啊嘛。OK，咁入面嘅長度咧，需要將外面嘅長度減2塊木板厚度啊嘛。因為你要減2個厚度先入面長度，係咪？你闊都係相同方法啦。你闊度都係要減2塊板嘅厚度嘅，OK 嗎？咁所以啦，你個長同埋闊咧。
就應該係35減0.5再減0.5啦。咁你留意翻單位，咁今次單位大家都係 cm，咁乘翻闊啦，闊咗係25減0.5再減0.5啦。OK，咁記得你要乘翻個高啊，咁高入面嘅高度記住啊，你入面個高度係計個底板㗎嚇，咁所以啦，你入面嘅高咧應該係22減2先啱嘛。你塊底嘅厚度係2cm啊，呢塊厚度係2啊。咁由於佢冇蓋啊嘛，冇蓋啊嘛，咪得翻一個板要你減咯。喂，有蓋先要減2次啊嘛，佢冇蓋高度只需要減1次就可以啦。咁所以啦，你乘翻呢個22減2，OK，咁記住啦，冇蓋長闊減2次厚度，高度減1次就 OK 啦。好啦，另外一樣嘢啦，呢個 cm 呢個 cm 呢個都係 cm 乘出嚟，答案係立方厘米。咁題目叫你用咩單位答啊？係用升去答啊吓。咁所以啦，立方厘米轉翻升要點？減3個0，除1000啊嘛。OK，咁所以記得啦。好多人都漏咗除1000噶。咁樣啦，計數自己計。OK，咁然後第三題啦，第三題佢叫你揾呢個正方形嘅紙，同埋接3個人之後嘅3個人周界。喂，周界啊，咁周界點樣揾㗎？埋就係3條邊加埋一齊咯，係咪？一條邊、2條邊、3條邊啦，係咪？OK，咁啊，藍色條邊我知啦，15cm 啊，咁紅色咧，咁你原本正方形嚟㗎嘛，係咪？咁而家呢條邊接落去，咪就係紅色條邊咯。咁即係話你原本係咩㗎？原本咪都12咯，係咪？正方形啊嘛，正方形邊長12，咁呢條邊咪都係12咯。咁所以啦，紅色係12啊。咁綠色條邊咧？咁綠色條邊其實原本係正方形嘅邊長一部分嚟噶嘛，即係呢度12係咪？全部12。喂，咁你有一部分係8喎，咁即係話接落去嗰部分係幾多啊？4咯。點解啊？12減8啊嘛。喂，剩低呢部分咪4咯。咁所以綠色條線咧就係4啦。咁換言之，個周間咪係15加12再加4咯。喂，就咁啫，冇難度嘅呢條。好啦，咁然後下面第4題啦，問呢個立體圖形嘅體積。咁體積嘅話咧，有啲人用分割法嘅，咁 A、B、C 啦，係咪？喂，咁如果你用分割法嘅話，你留意翻啦，呢個5米咧係成條，係啦，就唔係呢條啊。咁我咧，我會用填補法嘅，填咗呢一個圖形去啦，即係呢個細長方體啦，咁變成一個完完整整嘅長方體咯，係咪？咁呢個大長方體點計啊？咪就係10乘12乘5咯，係咪？長乘闊乘高啊嘛。咁我填補法要減咗你填嗰部分噶嘛，咁填咗呢個長係5啦，係咪？咁闊咧，闊都係12啦，係咪？咁高咧，高咪呢個3，所以我減翻呢個5乘12乘3就可以啦。喂，計數自己計。好啦，咁又下一題啦。咁下一題係有2條分條啦，5A 同埋5B 啦。咁講咗 A 題先啦。咁啊，佢叫你揾圖形 A 嘅周界啊。咁圖形 A 呢個咧複雜圓周啲問題啦，係咪？咁我講嗰個啦，唔該大家分成一段段去揾啦。咁啊，我見到一條長啲嘅圓周同埋2條細啲嘅圓周啦。咁呢兩個咧都係半圓周嚟嘅吓。OK，咁啊，計計藍色先啦，係咪？咁藍色咧，你當翻一個圓整咁計先，因為一個完整嘅圓形，咁除翻2咪就係一條藍色咯。好啦，咁圓周記住啊，直徑乘派啊，直徑乘派啊，咁直徑幾多啊？直徑係呢條啊，所以啦，你直徑係7加7，係咪2個7？咁所以啦，7乘2啦，係咪？咁你直徑啦，係咪？直徑乘翻派，咁派俾你啦，係22/7啊。喂，就唔好亂咁用啦吓。喂，乘翻22/7啦。咁呢個係一個完整嘅圓周啊。咁藍色係半個咋，所以要記得除翻2啊。好啦，咁然後點啊？咁然後我要再加翻呢2條啊嘛。咁樣2條咧，你可以合併變一個完整圓形去睇嘅。OK，咁上下各一半合併咪變一個完整咯。OK，咁啊呢個直徑咧已經知噶啦。OK，由圓周到圓心再到圓周。OK，呢個係7cm 直徑。所以直徑係7乘翻派，呢個就係一個完整嘅圓周。係啦，咁如果你想分開計嘅話，你咪乘翻1/2再乘翻2咯。即係呢個隨意嚟噶嘛。OK，除翻2，搵翻一條先，咁2條喎乘翻2咯。咁合併咗去計嘅話，條式就短啲。OK。咁啊，計一計啦，咁啊約揀先啦，係咪？咁隨意咪變成1/2咯。約揀得翻22啦，係咪？咁下面咧，約揀得翻22啦，係咪？咁所以22加22咪44咯。
喂，44，喂，咁樣然後下面 B 題啦，B 題同你講啲乜嘢？佢同你講話小峰覺得圓形 B 嘅周界比圖形 A 周界長嘅，同唔同意啊？咁你可以點樣解釋啊？咁其實你只需要將呢個圓形 B 嘅周界計出嚟，再諗下係咪大過44咪知咯，係咪？如果計出嚟大過44，我咪同意咯。咁如果唔係，我咪唔同意咯。咁所以話呢個圓形 B 超簡單噶嘛，直徑俾咗你啦，14嚟噶嘛。咁所以話圓形 B 周界幾多啊？因為圓形 B 周界計一計啦，咁就係14直徑乘翻派，咁約簡係咪約簡呢個二嚟噶嘛？咁二乘就二咪試下先。喂喂，而家呢個計出嚟44，咁圖形 A 咧都係44喎，咁即係咩意思啊？佢兩個一樣噶嘛，咁兩個一樣，咁佢講嘅嘢，圓形 B 周界比圖形 A 周界長，啱唔啱噶？咁咪唔啱咯。OK，點解？因為兩個一樣噶嘛。OK，因為一樣噶嘛，咁梗係唔會話邊個長邊個短啦。OK，咁就做完咗啦。喂，咁就解釋啫。喂，咁我上面呢個寫錯位置啊。OK，好啦，咁然後第六題啦，第六題。嗱，答題比較難啊，咁一樣啦，兩條分題啦。A 題先啦，佢問你一個球體有幾多立方厘米，咁啊觀察下兩幅圖先啦，我哋得中間同埋第三幅圖同你講啲容量啫。好啦，第二幅圖同你講一個柱體，兩個球體啦，係咪？咁就係150毫升。喂，咁然後隔離啦，係兩個柱體，14個球體，咁就320毫升。喂，咁我而家只需要知球體啫嘛，咁柱體係咪好多餘啊？咁啊，整走個柱體先啦，啱唔啱先？咁但係一個同埋兩個點樣整走佢啊？咁其實我只需要將呢個情況倍翻大佢，例如啦，我而家兩個呢得一個，咁一乘翻二咪二咯，係咪？我將呢種情況每樣嘢都變成兩倍，OK？咁而家咪兩個柱體，4個球體咯，喂，咁150都乘二啦，係咪？咁咪300毫升咯。咁所以而家兩種情況之下，你咪見到咯？咦，個變化係乜嘢啊？咁兩個柱體冇變化噶嘛，我咪即係唔使理佢啦，係咪？你個變化由4個球體變14個球體，係咪只係多咗幾多個啊？係咪只多咗10個球體啊？係咪？咁你容量嘅變化咧，由300去到320，係咪多咗20毫升啊？咁20毫升咪即係20立方厘米？咁20立方厘米係10個波嘛，係咪？變化是相等的。咁所以啦，20立方厘米就係10個波嘅體積啦。咁一個波幾多啊？咁一個波咪20除翻十，所以一個波就係二啦。喂，2立方厘米啦，OK 嘛？咁然後啦，望翻啦，望翻 B 題啦。B 題問你每個圓柱係球體嘅幾分之幾或者幾多倍？好啦，咁我用翻最簡單嗰個啦，即係中間幅圖啦，最簡單啦，係咪？咁我知一個波係2立方厘米啦嘛。咁而家兩個煲咪四咯，係咪？好啦，一個柱體加翻四係150喎，咁一個柱體咪即係150減翻四咯。咁所以一個球體咪就係150減翻四146咯。喂，咁啊，佢問你幾分之幾啊嘛，咪都係嗰句啦，前分子後分母啊嘛。喂，咁柱體係146，咁球體咧係二係咪？咁所以啦，分子係146，球體就係二啦。咁你約簡完，咁好明顯啦，除二咪睇下三咯，一啦係咪？咁所以答案就係73倍啦。OK，咁然後去到最尾第四版啦，咁第四版咧講中間嗰兩題啦，第二、第三題啦。我諗第一題先啦，第二題係方程嚟嘅吓，喂，叫你用方程揾啊嘛。咁所以啦，三星長方體削箱有闊有高冇長啊嘛，係咪？我咪切翻個長度先咯。我咪切翻水箱長嘅是但俾個英文字母佢啦，A 厘米啦，好冇？咁長乘闊乘高先至係體積啊嘛。咁所以啦，長乘闊乘翻高就會係3升。咁不過留意翻啦，厘米厘米厘米乘出嚟立方厘米，啱先講過啦，要點啊？要除翻1000先變翻升啊嘛。喂，先等於翻3升。咁所以啦，你計出嚟啦，咁呢
三個數計到噶嘛，係咪？10乘8係80啦，80除1000，咁咪向左跳翻3下咪0.08咯。所以0.08A 等於翻3啦。咁整走0.08A 啊嘛，係咪？咁而家呢個乘法我咪除翻咯。OK，我咁3除0.08啊，咁跳兩下咪即係300除8咯。喂喂，8324啦，六啦，係咪？8756啦，四啦，除唔盡喎，小數點補零啦，係咪？8546做完。咁所以 A 咧就會係37.5啦。咁我記得寫翻個答句啦。喂，好啦，咁然後第三題啦，第三題。咁第三題同你講一個半徑7厘米嘅圓形薄餅，將其中3/10同1/5送俾弟弟同妹妹。咁問你剩低圓形薄餅幾多平方厘米啊？咁平方厘米喎，即係問你面積啦，係咪？好啦，送走3/10，送走1/5，咁剩低幾多先？咁呢啲份數乘法嗰科講過啦，係咪？嗰個叫原本叫一啊嘛。喂，你送走3/10同送走1/5，我咪減走佢咯。剩低啊嘛，剩低係一減啊，OK，所以一減10/10減1/1先至係你剩低幾分之幾。喂，我知道剩低幾分之幾啦。咁你原本嘅面積幾多啊？你原本嘅面積，OK，圓形嚟噶嘛，咁圓形面積咪就係半徑乘半徑乘攀。我覺得半徑俾你係7嚟噶嘛，咁所以啦，半徑乘半徑乘翻派，派俾你係7/22。喂，呢個就一個圓形嘅面積啦。喂。咁面積乘翻你剩低幾分之幾，咪就係你剩低嘅平方厘米咯。OK，咁啊計一計啦，好冇？咁啊10/3、1/5，你唔通分母先咯，係咪？十同埋唔通十啦，係咪？通分母啦，咁啊10/10減10/3減2/10啦，係咪？10減3減2係5嚟噶嘛，咁10/5啦，咁要減埋1/2啦。喂，咁所以啦，你要變成咗等於7乘7乘7/22，再乘1/2。咁要揀啦，查咗啦，查咗啦，咁查咗啦，查咗就變11啦，係咪？所以話7乘11再係77啦。做完啦，就咁。咁今日就講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